幸運兒係傻強。獎金出近時俾埋啊！哇！發達啦！有大支票啊！巧兒588，買咩好咧？阿 Sir， 真係公司春塵抽獎啊，象徵式㗎咋？先生，你涉事用偽造財政文件，我哋唔需要理由，正式終住你所有戶口。連張八達通自動增值都冇埋。呢度係你戶口剩餘嘅 balance， 我哋用真支票還翻俾你，你可以行啦。以後我哋中乜乜乜銀行唔會再收你玩。咦？你封殺我，又俾張真支票我，但我依家可以去邊度入翻呢張真支票啊？無啦啦搞張假支票做乜鬼？寫張紙咪得咯，多餘。依家搞到全公司上上下下要去銀行解釋，連大客都以為我哋開空頭支票啊！老細，我以為咁樣有儀式感。現金為王，依家我有現金都模糊。各位打工為王，春文抽到獎，記得問老細攞現金，千祈唔好相信儀式感嘅紙張啊！